新年头旧年尾，南投县上重要的观光主题活动花卉嘉年华开始咯，有梅花、牡丹花、萨库拉等等。啊，国内这个县内各地头嘛有特色花蕊的聚落，会当讲是花开全南投。县政府是邀请到各地乡亲来南投看花、吃特产。 知名的韩国歌剧表演代表南投县花卉嘉年华会为12月16请日开播。那我们利用花卉嘉年华来提倡，让我们外地的游客还有本地的乡亲能够好好的徜徉在花的香艳里面。南投县政府嘛邀请在地美女各万雄替活动代言，各地区代表嘛随的宣布花卉嘉年华这段时间要举办的精彩活动。这个樱花季持续延伸到3月10号，可以说是一个全台最久的一个花季哈。除了赏花，到南投有真侪优质的农特产。南投县府嘛进一步讲，来南投除了赏花，即马活动伫咧筹备明年的南投灯花，欢迎大家来赏花赏听，体验南投的花园城市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